今年是台北建成140周年，台北市文化局也举办纪念活动，以电影中的台北来规划系列活动，招民众做伙来看17出经典的电影。除了这电影以外呢，也有主题讲座加静态展览，带大家做伙来看无同款的时期，台北是生出什么款。本来这梁山寺啊，也本省人的地界哦，外省人哪会来遮做生意？1960年的台语片《梁山寺之乱》电影，唔但讲族群的冲突，嘛通看到台北湾甲梁山寺庙口的药酒摊，也有画眉的生活场景。真侪电影当中，拢记录无同时期的台北。台北市文化局响应建成140周年，推出电影中的台北系列活动，要招民众做伙来看电影。例如饮食男女，我们从饮食文化一起来看这个台北市的这样的不同的都会的生活，或者是杨德昌导演的《海滩的一天》，从黑白拍到彩色，然后从胶卷拍到数位。所以呢，在这种不同的拍摄的形式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复存在的台北市的场景。特点包括大家梅花鹿、油麻菜籽、含瓜是一片云等等，拢总有17出经典的电影。文化局开放予民众免费资本电影票，另外因为伫北投的这片厂、西门红楼广场等等，这有时代文化意义的所在，放电影摆讲座。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、经费的关系，也许有机会我们再跟影视厅中心好好来合作，未来看能不能够再从影像里面多爬出台北的感觉。除了看电影，自讲月初7到17，台北配料完有静态的展览，有轻摇的唱歌，也有无同时代的电影票等等。文化局希望透过无同方式，让民众看到台北的历史变迁，也有文化底蕴，嘛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深化对台北的认识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